兩房溫馨居所坐落喺遠離市區嘅屋苑，被綠色植物包覆，可以同自然綠意緊密結合。設計師 Keith 因應半新樓嘅特性，為單位度身打造酒店式設計，令居所富有格調。佢好希望能夠做到一啲有啲酒店嘅感覺啦。咁我哋通常都會問翻佢你想去到邊種酒店啊，或者係你想見到嘅物料係乜嘢咧？因為通常酒店佢往往發生一啲物料咧，都可能係啲 metal 料啊、雲石啊、布藝嘢啊、壁燈位啊。咁我哋呢啲嘢一定係唔少得㗎啦。所以今次我哋呢一個單位咧，係平衡到佢中意酒店 feel 嘅物料取材之外，其實我哋做咗好多層次落去，係好平均嘅。就例如廳區，並非一定要使用奢華嘅裝修材料先至可以點出酒店式設計主題。單位由材料嘅質量同做工方面着手，並注入設計細節同埋燈光效果，得以營造出酒店氛圍，帶嚟別具一格嘅空間感受。佔據視野最多嘅白色牆面，亦都加入唔同紋理，為免顯得單調，仲有金屬條子裝飾。另外仲採用雲石板，帶出酒店式設計嘅高貴感。例如電視機牆同埋電視櫃、廚房台面等，採用唔同紋理嘅石材，偏淺灰色就耐用，帶一啲綠色就點出青葱嘅綠意，同窗外嘅景觀相得益彰。燈具就提升氛圍，開放式廚房隔離嘅波浪半圓燈就打破空間橫直線條帶嚟嘅單調感覺，增添幾分活潑感。必不可少嘅布藝都有運用喺梳化或者其他軟裝上，風格都傾向採用原木同埋布藝結合嘅款式，更加有自然之美。綠植都為客廳增添活力，更加呼應室外嘅空間。其實今次個花園咧，我哋主要咧迎合翻個客飯廳咧，個做法首先咧，我哋將個花園本身有1/3個區域咧，我哋間翻一個平地，我哋冇喐佢嘅，因為我哋好希望個屋主由入屋開門，去到坐喺梳化睇電視，望翻出嚟個花園，可以牽引得翻個地面去到個花園裏邊，將個景深盡量帶翻出嚟。咁另外我哋2/3咧，我哋會利用咗個 pad 房啦，會做翻一個 curve 位。然之後上翻去個 pad 房，先至係我哋今次個主題。譬如我哋中意 camping 啊，我哋會擺啲袋上去，上面可能燒烤又好，或者露營用品點樣都好啦。小朋友所需嘅活動空間充足，進入室內客廳嘅動線亦都精心設計。廚房嘅中島台面將一入門口嘅路線牽引去到梳化，將煮食同埋休憩空間串連喺一齊。即使一邊喺度為屋企人準備餐食料理，一邊都可以保持同屋企人之間嘅相處互動。Kiva 喺呢個單位嘅飯廳啦，就係見到呢張中島台面，如果攞佢嚟喺度一齊共進晚餐啊咁樣咧，其實好似都唔係幾足夠，係咪仲有啲咩玄機嘅咧？一定係有啲秘密啦，係啦。咁其實好簡單嘅，依家好多時候咧，我哋會利用翻一啲配件咧。當屋主真係食飯嘅時間咧，先至會開台嘅，係啦。咁其實就好方便嘅，係啦。咁個玄機就喺呢度啦。開完台之後，可以幾個人喺度食到飯嘅。咁個空間上面係咪都預好咗，大家可以喺呢個位置度？冇錯啊！我哋由 day one 去傾個佈局嘅時間咧，我哋會利用翻條動線咧。開完台之後咧，哪怕就算有人坐喺度食飯都好咧，後邊有人經過都唔使嗌借味嘅，係啦。咁呢個先係基本條件啦。咁喺廚房呢個位置，除咗中島台面之外，呢一邊仲設有一個高身櫃。除咗可以方便啱啱入門口嘅時候喺呢度擺低啲濕碎嘢，呢一邊仲可以打開門，方便擺一啲調味品等等嘅雜物。廚房最能夠體現喺半新盤點樣遷就原有設計嘅精髓。所有櫥櫃都係原裝，純粹係加入一啲家私，唔涉及打拆。但去到寢區就要經歷空間重塑，要慎重選材，避免突兀。
舉例子，可能我哋入屋一定要留意嘅就係本身發展商提供嘅地下係究竟係地磚啦、木地板啦，佢嘅顏色個色度去到邊度啊？啲紋理係點樣啦？廚房究竟佢用啲深色顏色啊，各項嘢啦，包括係房門啊，都一樣。尤其是經過間隔改動嘅寢區，儲物室牆拆咗，房間門口向廳移動，房間嘅空間增加，亦都可以節省走廊位。最主要因素就係話，我哋希望主人房開咗門之後，喺由個房門開始望個視點咧，會比較遠翻啲啦。另外賺個地面面積都會多咗，因為如果我哋褪咗後之外咧，我哋嘅主人房個空間咧就佔用個空間會大咗好多啦。咁另外咧就因為褪後咗嘅關係咧，我哋就可以有2部緩衝位先至上去個 pad 房，係啦。咁令到咧個空間咁大咗啲之外咧，其實最重要咧都係希望個收納位置咧會比較多啲容量啦。咁另外間房裏邊我哋拆咗一幅牆身，咁就令到間房個視點咧會比較大咗，同埋望到去遠咗嘅。咁因為我哋之前會睇過，其實本身呢個雜物房都有隻生窗嘅。咁另外我哋做完之後咧，就希望間房咧係可以令到個採光度咧就更加多啲啦。符合增加儲物空間嘅好處，酒店式設計着重廣闊感，而好多人就中意一有位就做櫃，取捨之下將儲物空間以地台等嘅方式隱藏，更加符合小型單位嘅需求。呢個單位咁，我哋主人房做咗個地台。咁地台啊，再加埋有啲木紋嘅板材去到做配搭嘅時間，我哋一般嚟講，我哋會攞翻發展商佢 existing 本身個木紋嗰啲紋理啊、顏色色度咧，會校翻佢嘅近似顏色，我哋盡量做翻落去，希望營造成個環境係配合到。阿 Kiva， 主人房呢度啦，床隔離簡簡單單就擺咗一個長形嘅凳咁樣嘅裝置啦，其實仲有啲咩玄機啊？因為啱啱同屋主、女戶主傾嘅時間咧，有個主題酒店有少少特色嘅話，咁其實好多時候屋主都係希望有一啲靜態嘅一面啦。好多時候小朋友如果喺出邊玩，一般正常嘅家長都係希望睇住佢做任何嘢都要睇住佢。咁但係屋主本身咧，有時可能中意睇下書啊，各樣嘢，佢好中意坐喺個窗邊度，採住個自然光睇下書，又睇到個小朋友睇晒成個 pad 房，咁佢個心好安全啦。咁呢個位咧又有啲空咗下邊。呢個位置其實個道理其實都係一樣，好多時候咧佢做任何嘢都要睇翻住個 pad 房啦。咁亦都一模一樣，佢有啲採光配合到，咁所以好多時候個屋主會玩一陣，可能盤膝坐喺度睇陣 iPad 啊，玩陣電話都係一樣睇下書，或者當一個 make up 台咁樣用。房間嘅設計都富有層次，特別係床頭位，運用唔同嘅高低差。凹位係布藝床頭板，隔離嘅燈飾映照再採用雲石物料，令元素貫穿全屋，設計更加完整同埋一體。至於女房嘅風格，主要喺家私上着墨，採用粉紅色設計。小朋友嘅成長過程之中，或者有唔同喜好，軟裝可以隨時更換。房間嘅唔同裝置都突顯童趣，上面仲有一個展示櫃，主要安放唔經常用到嘅物品。